你足骨力，你一定会使有你家己的成就啦。啊，你若是我毋知呢，我感觉免想遐济啦。你爱想讲啊，遐会讲的人也无爱讲啊。啊，我来讲，可能其实阵我嘛会评因较厉害啊。就是恁有才调，你阁无爱，你搞你来，哎呀，无爱啊。嘿啊，你阁无爱吼啊好，啊我来做，你就已经买遐济，咪死咪烂来做。爱家己爱有，爱要安怎讲？爱有理想啊。啊，毋通干那迷茫，爱去做。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群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还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都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听故事透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有了有调，万事美妙。听到这4个字，就大概也知影要找上来开讲吼。今日来开讲的这新朋友，其实我知影这号人物已经有一段时间啦。除了我会听音乐团的歌以外咧，其实前无偌久吼，还有一个广播界的朋友，专工甲我讲，一定爱来访问这位来宾吼，讲我两个个性稳当会合。那确实，我对这位来宾嘛有真侪好奇的所在啦，无论是新专辑内底的歌，或者是伊本人。那要讲我对伊上大的好奇吼，头一个就是伊的长头鬃到底是安怎保养的？所以请咱今日这个来开讲的朋友，西公杨阿辉，恁当然有这个名嘛，台语人咧讲吼，乐团主唱艺色，那我的腔应该读做艺色吼，较早是老师甲我讲爱叫艺色啦。伊色，你会用伊吼？伊咧升旗啊，讲伊嘛，我无爱伊啊，迄个伊。毋过伊迄个声啦，伊一般应该敢若是白话音，是无？可能有可能，伊色。也是伊，就是你个人介意，你介意安怎读？其实我毋知，因为阮爸母是用迄个华语落去学的嘛。啊，阮有的人会叫我一首诶。爸爸唱迄个，我介意一个，对啊，一首拢会使啦吼。那先甲咱听，因为小姐妹一个，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西公杨阿辉诶主唱，我会做艺色。当然就我无练即款物件啊，就是爱开讲才有话通好讲。你西公杨阿辉这个名，讲实在那是以百合花吼，华语讲百合花这个名，我过去较少听到西公杨辉。头一遍知影，甲你有关系。进前应该是顶一张专辑《小金蕉》，是顶一张是不是咯？不是咯，不是。头一张是小金蕉嘛，第二张不是咯。你去一个阮剧团的迄个即声好啊，那迄个时阵就你讲啊，因百合花。嘿，安那讲啊，都讨论嘛。迄时阵，敢若伊就讲起着西公杨阿辉这个名。西公杨啊，我毋知大家知影是啥无？西公杨啊，就是较早，毋是讲较早啦，就是咱较传统的仪式内底有一个是西公会举一个杨啊。对，刚迄个铃铛，是。啊，因为迄个发起，伊看起来就是有成即款花，所以较早的人就。其实咱诚侪字拢是用石来的，这看起来像啥物，咱就甲安那好。啊，西公杨花其实这百合花嘛有别款讲法，大家若去听这个蔡建南老师有一条歌叫做《山赞花》，嘛是讲阮百合花。我有捌甲伊讨论过，伊就是讲，伊就是四界去问讲，这个花要安怎讲？其中一个就是伊感觉山赞花写做歌较水，有影，所以伊用山赞花啊。我就讲古翠花嘛，对，古翠。但是古翠花就是逐种嘛会使，腊八花嘛算古翠花，就是迄款花型，对，有一款感觉。因为西公杨啊，确实迄个大细，甲目前咱咧讲的百合花，佫特别哇。我大概看西公杨，我就想讲啊，迄个圣诞老人，对，嘛较早教嘛讲举一支迄个啊，对伊
徛伫迄路仔顶悬嘛，嘛是羊啊，对啊。嘿，所以西方可能都还有做，但是西方乐团嘛是用这个莉莉吼，这个名来讲，可能就是爱改叫做这个圣诞羊啊，我唔知影，我都有这款的感觉。是，这个名你当时开始使用哈，因为虽然你头一张专辑你都是台语的专辑吧，不过迄个时候应该嘛有需要上这个台语的节目嘛。其实无呢，我是后来才较有人找我，因为算讲我感觉我的听众上主要嘛是就是乐团的较多啦。啊，我咧伴暖的朋友嘛是乐团的较多，啊是后来做较可能较侪人知影了后，啊咧熟悉着，譬如讲大练的，是还熟悉着就是做台语才的好朋友，才前辈，才开始有接触着，比如讲公司的台语台的节目，还是相关的物件，对啊。那你当时开始需要用台语来介绍家己团名？当时咧专辑你去迄个即啥好啊的时阵，我会记你都伫讨论即件代志，就是讲恁的乐团的台语要安怎好名。迄个时阵其实还未真正讲起着西公姜仔花即个名，是顶多是伫讨论即个名。因为即马就是讲咧台湾的一个困难啦。你若真正，比如讲我若真正感觉西公央这三个字袂歹。啊，西公央写起来，一般的人就感觉你这写啥无感觉。因为伊会变做公司的司，啊公的公，啊央是一字，敢若倒手边是金嘛。研究所迄个眼，你的倒手边甲改成金字边啦。对，啊就变做讲，这是足困扰的代志。所以比如讲是，这是我咧摇啦。咱直接就是讲，比如讲，真卡人，啊歹势少年，伊若拢真正写正字。其实我感觉会有差啦。我有为时会研究即款代志，譬如讲，阮若有即个Spotify 账号的人，你会使看讲你啥物歌上少人听。啊，我有一个歌叫做卡爸爸。我知。啊，迄个卡就是倒手边是正字的卡，字嘛，啊，另外一边是交朋友交。啊，个另外一条即大家拢共款。啊，迄大家我就是甲写字。我知影，就是就变做这两条字，对。我咧要讲，人听到你这条歌，啊，有的时阵想要来听的时阵，啊，伊敢若注音，伊要哪知影迄个卡要安怎拍，看袂出。伊要哪知影迄西公央要安怎拍，所以变做讲，即款标题的物件，你就是爱妥协，你就用国语，安尼人较有法度去想要查你的时阵查会到，所以。百合花这个名是一开始合作团名的时阵，就是华语去学百合花。一开始是华语就去学的，啊是因为我伫咧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我一个人尔嘛，啊我无想要囥我家己的名起哩，我就用百合花呢，算讲一个乐团的感觉。虽然讲干那一个人，啊做其实嘛是对迄个时阵开始就渐有去了解，对这台湾的文化就有兴趣。啊，台语嘛是自迄个时阵才开始慢慢学，慢慢学了后才发现讲，我若有一个台语的名应该袂歹。啊，但是就是拄啊想的迄款代志，佮掺落去了，讲我感觉名还是用华语落去用较好啦。对啊。我就是讲你本地就是台语底子真好的人，因为你当讲后来才豆豆去学。较早就是听较侪啦，啊讲较少。我咧讲较无啥机会讲着，但是听有安尼。应该讲我一直拢甲阿公阿嬷、老爸老母住。阮阿公阿嬷是敢若会晓讲台语，是。老爸老母是因家己咧讲话讲台语，甲朋友讲就讲台语，甲阮囡仔讲就是讲国语。因为阮妈较早就是伊会感觉讲伊国语一直学袂好势，所以我一出世就甲阮阿嬷讲伊说爱先学华语安尼。了解。所以讲。一直拢是会听袂晓讲嘛，啊后来才想讲，因为台北囡仔定拢讲即句啊，我会听，我会讲，是。啊，我有一天就发现讲，其实我嘛袂晓听啊，我敢若听三四声尔，了解。啊是因为踮厝诶。较讲嘛讲遐个代志，正经就是食诶尔。对啊，你阿嬷捧一块碗，啊，你就知影爱去捧一块碗嘛。啊，你敢真正知影？你即马要写恁阿嬷诶逐字稿，你敢写会出来？其实袂嘛。是。所以安尼，你敢会使讲？你拢听有，啊袂晓讲。啊，就家己有反省。啊，佮有一点就是，我
我自细汉就去互阮阿嬷吵。嘿，伊用，譬如讲伊讲话我听无，伊讲台湾囡仔听袂台湾话，笑死人，伊拢用呛的安尼。我当听到即句话吼，当时会惊惊，就是讲我相信你家家嘛有注意到，就伫咧网络顶管当开始会有针对即款话的一寡，毋管是反抗，或者是讲较无介意人安尼讲，就是意思是讲咱无共族群，毋是敢若恁的话吼，所以啥呐？比如讲我今日我是客人，我是原住民，啥呐？甲我讲安尼话，但是我感觉对真侪家长来讲出即款话，毋管是甚至是阿公阿嬷，拢有即款感觉吼，就是咱因为伊经历个时代就是安尼，譬如讲你的阿母，你讲伊的华语就无遐好，对无？所以表示讲伊本地就是一个伊原生的母语，伊就是台语的。是啊，但是伊因为即个时代个社会的政策的问题。逼得伊一定爱用华语，会晓华语较好的生活。佮较免讲阿嬷的时代讲偌济年的台语，用去用硬搬过来、硬改过来，所以会有迄款的反抗甲心态，完全会使去理解。对我来讲，迄是真会使去理解的代志。毋过这就是大家，我家己伫方面歌手真侪台语的歌手，拢尤其即演的人，拢会拄着共款类似的问题，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需要翻头跳工去学。对啊，我必须爱经过一个翻头去看家己的语言的成长过程，以及是安那我的阿爸阿母无对我讲母语、讲台语的这个过程，重新去思考了后，才真正挑过伊。开一寡钱，为人开钱啦吼，但是主要是用费用的时间吼去学习。重新去学习，但是你无讲这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是是安那即演的创作者敢若拢有拄着即款的问题。我感觉上重要其实是兴趣啦，因为你讲、其实台湾有足侪物件要无去啊嘛。你讲你其实我嘛足接想要甲大家讲即个我家己的一个想法啦，就是讲咱莫感觉讲你台湾囡仔你就一定安怎。请问你台湾囡仔，你爱去学迄个雕刻无？你要去学祖先画像无？较早迄个吊入壁的祖先的迄款图，你哪会无去学迄？你要去学念歌，还是歌戏嘛学起来？北管南管，你足侪要爱学的呢。所以变做其实你应该是去学你有兴趣的嘛。比如讲你本来就是美术的，你咧刻茶，我会使甲你介绍讲，你会使去鹿港学啥物插花，学啥物物件。是，还是讲你是咧唱歌的，你北管南管歌戏念歌，你来学一个，经一个学，对吧？变做讲，因为毋是逐个人对语言拢有兴趣啦。比如讲，有个人就爱看日剧、韩剧，无一定会晓讲，有个人就会一直就想要去学的。讲到即个自然无自然即个问题，嘛会使用历史来想啦。其实比如讲，即嘛70年、80年以来。台湾人开始国语即个代志，这嘛无正常，嘛无自然啊！伊无自然，我嘛会使无自然啊！比如讲，嘛足侪人，比如讲环境较好，感觉伊感觉台湾的教育方式无好，囡仔带去美国，还是讲互囡仔去读啥物欧洲学校、美国学校，迄嘛无正常啊！就是大家的选择嘛。比如讲，我较早较袂晓讲嘛。开始大学开始感觉讲我想要甲即个语言学起来，这就是我的兴趣。所以我感觉落尾拢是甲兴趣有关系，因为你若无兴趣，我用一个即款意识来甲你讲，对，我甲你讲，你台湾囡仔，你安怎，你袂使安怎，你会使可能有个人会去互我影响嘛，你开始即半年开始拢开始学，但是你若无兴趣嘛袂久长啊。对，你搁较安那讲嘛无效。对，所以我感觉就是拢免讲遐侪，就是你有兴趣，你就家己会去啊。我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对照，就是比如讲阿嬷的时代，伊的语言去互剥夺，去互剥离，所以伊为政治甲认同的方式来做反抗。是所以我伊会甲你讲，你台湾囡仔、台湾人，你先来不要讲台湾，这是一款认同的问题。是，但到了你即end，你去重新翻头去学，或者讲搁较去注心家己母语的时阵，其实颠倒是，我讲迄个认同共款伫哩，但是有当时变成因为咱有认同，咱才翻头去找。那我伫即个认同内底要去找啥来作为我认同的基础，所以比如讲。
平平讲好学语言，我讲语言，你讲语言，都完全无共款，因为你是淡水人，对无？河北迄边，所以你诶讲诶腔其实是老台湾腔，有带老台湾腔诶腔口伫哩嘛。比如讲，你当目前有说腔，你真少会听到"语"这个字，但是你也是会坚持互你家己维持这个发音。我想这甲你诶在地认同都有一个真大关系。我先来讲的是这个音，毋是迄个音。我讲台语内底有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就是安尼，就是你的腔口，你要安怎发音，其实甲你对你在地认同伫搭有真大的关系。我讲这是两个颠倒头的物件。对啊，对，因为阮咧写歌，迄个腔爱统一啦。除非你有特别的创作的，为着道具，为着啥去做调整。啊，我除了查字典上侪就是。毋是讲上侪啦，就是上接，就是敲电话问阮老爸老母，还是听阮阿嬷咧讲话。是，啊，等于讲，迄就是虽然讲我自细汉是听较侪，但是迄就是我熟悉的声嘛。是，所以我定定来讲，这个字你要安怎读？对啊，所以就是嘛，伫咧中间，感觉应该是以厝内的迄个腔为主较好。因为其他的腔我嘛较无遐熟。因为咱知影讲目前台语内底较主流优势腔，或者咱较常听到的腔较瓦匠腔较重嘛，比如讲，搁较免讲宜兰腔，搁较重吼。所以其实咱两个本地腔都会真无共款，但是你的腔伫咧台湾目前本地人数都较少，所以我会感觉讲，关于用即个腔维持伫家己讲话当中，迄内底一定有一个真趣味的迄个认同伫咧内底，这是我较趣味。但像你拄讲，其实认同无一定经语言，你凡说有音乐，凡说有艺术，比如讲你是有去学北管，我讲北管这件代志，我就好奇，学北管的人其实。乐团或者是表演者比我想的较济，我家己知影，我访问过，包含迄个陈立平啦，吼，包含这个你若讲到曾卡人，包含恁，我想，恁人大概是小少做伙去啊，嘛无共所在，互相影响啦。因为北管这个物件就是，其实南管听讲南管有一个讲法是较早来台湾，但是南管就是较高尚的人。就是讲较有气质的人咧学的，古早是较好嘅人啊，出来真正是读册人，较慢、较有气质、较需要就是豆啊去欣赏的物件。北管无共，北管就是迄路过走落去就是足闹热的，所以是凊彩什么人，较可能就是讲，你无一定爱足了解这个物件，你会感觉讲即嘛足闹热的，是较简要安怎讲？伊所带来的迄个感受是较简单、较直接的啦，所以后来就是北管较清。其实咱即马讲知影布袋戏，其实布袋戏早期一开始是泉州遐，就是伊是南管的物件。是安那即马变安就是因为北管迄个时阵就安怎讲，就侪人爱听的啦，所以就北管就是你伫咧，其实你伫咧歌戏 logo 嘛是北管的布袋戏 logo 嘛有北管的安尼。较像一款某一个时期的流行乐，迄个感觉，大众流行的一个音乐，所以进入到迄个时期嘛，时行的即个演出的方式，包括歌戏啦、布袋戏啦，最后都甲因结合做伙啊。我感觉可能有即个感觉，只是我有讲真好奇，大家拢翻头找音乐找北管。佫有一项就是讲。因为后来才会歌戏、布袋戏，尤其是即个黄俊雄先生伊后来做的才会，这就是已经拢是算尾期啊，开始揽足侪外来的文化，比如讲日本歌，还是流行的物件。应该讲歌戏出来进前的物件，就是可能是伫咧漳州、泉州遐，就是差不多。有一个大概的型，就甲即嘛无讲差足侪。所以我家己的想法是感觉讲，我若学，我想要学，就是上早来的即款物件是啥物型。安尼我才会法度去理解着讲，黄俊雄是安怎厉害，伊原来是安怎变。伊安怎甲即个元素放入去家己的演出来。对。等于讲你看50年前的物件，甲你看100年前、200年前的物件是对我来讲，因为我其实我咧学吉他，我嘛就爱去看，比如讲我爱听美国的摇滚，我就想要知影讲摇滚头前是啥？
伊骨头前啥，骨头前是啥？你安尼爱追踪个足远去呢？对啊，变做讲，譬如讲美国的蓝调，blues，我就感觉讲，我想要知影即个代表的人物有啥物人，还是讲我即马介意啥物物件，伊到底头前发生啥物代志，伊啥物风俗，啥物文化演变来的。所以北管其实就是，其实我头先是先学南管，所以讲就是对这就有兴趣。其实这两个学了，才去接触。念歌还是接触看望啥？是。你会较有一个概念。当然，因是无共款的物件。我是讲，对我来讲是真好的一个，就是开始啦。因讲来这是客，拢总是假。看悬无看假，看阮无目的，偏偏人哪会知影？应该有真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后来佫发展出来，有利用到这音乐特性来去做演出的剧情啦，或者是表演形式哦。我讲这真趣味，因为当你讲北管这件代志哦，虽然讲咱讲遮济无共款的歌手啦，或者是团体做去学北管吼，去甲北管放入去家己的元素、家己的作品内底。毋过每一团放其实拢无啥共款，反头去找传统音乐或者是讲民俗音乐即款物件，放入去现代的音乐内底。你感觉这敢是一个趋势？一个时代的趋势，是一个注定的代志，是讲就是遮拄好。应该是讲拄仔讲到嘛，是安怎有黄俊雄因的变即款物件，就是因为安尼听起来较趣味啊，较深刻。我迄个时阵开始就会感觉讲，较少看到前辈真正本身落去学传统音乐，是较侪前辈较侪是甲传统音乐的人来合作。是来结合。对，所以我就想讲，美国遐的二大手，因会去特别去练较早的，足久以前的遮个经典的歌。咱咧台湾有啥物经典通学？咱除了去学美国早期的歌以外，因为阮若学吉他的做高中、国中的时阵，拢就爱弹一款美国早期的乐团。想讲咱台湾较早敢有物件，所以开始学传统就感觉讲，敢若遮音乐界的人，遮啥物制作人、音乐人，拢较罕的本身落去学啦。所以我想讲，我若去学，应该我会有一款能力，甲别人无共款。学了后才发现讲，我愈学愈有兴趣。对啊。所以你够胆够着？对啊。是有专工拜师傅伫学安尼。其实台湾的北管有分团体，有分两种啦，一个叫做主题。对。主题我就是咧主题学的。主题就是讲，伊较早演写拢属于主题嘛。对。伊就是讲早期一寡有兴趣的人，可能本身拢有家己的头路咧做。是。只是讲，休困的时阵，大家钱就是要安怎讲，大家摕钱出来，请较厉害的老师来教。就是其实就像即摆你讲社区大学嘛吼，就是只是讲迄较无共，变成讲是阮家己组一个组织，搁请老师来教安尼。因为北管其实伫咧台湾发展历史内底嘛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吼。南管北管有真侪无共款的特性，因为北管因为咱讲伊搁较有迄个流行乐的迄个特性伫咧内底，人就像你真正讲，人其实要进入迄个气氛吼，迄个。歌介一出来，人就开始开始想要调，想要跳，就敢若咱若听一寡像摇滚乐啦，还是较重的嘣嘣嘣即款，因为人敢若会对咧叮当共款，所以人愿意投入的济，伊的即个参加的人一济吼，14、9卡岁吼，都各种问题吼，都会出来，所以后来嘛，咱知影讲分即个西皮福禄啦，吼等等伫咧像宜兰过去就即个新古乐派的斗争足严重的吼，这当然后来变成足侪俗眼的故事安尼，那即内底足趣味是安尼，但是一直安尼一路行落来，才会即个传统音乐进入恁家己的作品内底。你家己，像拄仔讲的，你若是找外口的人来合作，其实这都是咱当时间讲 jam 嘛，就是。但是你若是家己来做，是为你来爆发出来，这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
那你看你甲，比如讲咱当提起到曾卡人，吼提起到曾卡人诶，加上恁应该嘛熟悉嘛，吼提起到陈立兄，恁诶作品其实风格其实是无共，边有八卦的物件伫内底，边伫学八卦哦。你感觉这个精差是啥哈？其实这就是音乐趣味的所在啦，因为讲你即马要摕一个物件来用。伊有各种的元素，各种的方面嘛。比如讲，八管伊有锣鼓，伊有文鼓吹，你戏曲佫有唱曲的，佫有啥？佫有下弦啊，佫有弹琴的。是。所以你要用倒一款乐器，还是讲你要用出阵的，还是要用做戏的，拢无共款啊。所以变做讲，你会使耍的物件足侪啦。所以你的这个变化其实都变真侪。对啊，所以变做因有兴趣，甲我有兴趣，一定大家有兴趣，一定无共款。除非是讲阮其中一个人创作出来一个调组的，比如讲八管锣鼓甲啥物到做全世界拢晓啊，这就好听的。这无做袂使，大家拢爱对。你若调组，大家就会学你啊嘛。所以表示我还未有做到一个调组的。其实这嘛无重要，我只是讲我就是客观落去分析，我感觉是这个问题。是安怎安尼好？就是讲，阮无共团，就是咧试验嘛。万一倒一个人调组，就是讲，阮大家拢有好处啊。可能我想这嘛包含甲恁家己对音乐的认识嘛拢无共款，对啊。所以无共人的音乐的养分本来就无共款，佮甲传统音乐加起来，其实迄个排列组合应该佮较复杂啦。是啊。我毋知是毋是真正有一个物件叫做调组，讲实在我毋知影。反正永远都是安尼，但是就每一条拢是一个新的路嘛，有可能。是啊。反正要50年、20年后，变成某一个音乐，就像你讲的，你听美国的某一个音乐，你翻头想要去找伊的元素是安怎来？反正迄个元素都伫你家。对。我就想，安尼上赞啊！你就是可以讲名流青史嘛，你就是摆遐顶曲的迄个人，迄个感觉。无要紧，只要后壁有人听到，感觉这音乐真趣味啊，安尼就够啊。以恁的音乐来讲，毋管你为小金就不是咯，还是到这块专辑，你每一块专辑其实伫咧音乐界的这个风声，或者讲评价，我感觉拢是真，伊拢会用一款真。毋管你要讲足出调的，还是讲甲人无共款，即件代志一直拢是你的专辑内底，我的感受吼。每一张拢是即间那个呢，佫无共款吼。其实每一张专辑其实拢无共款。是啊，这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若做差不多的代志，我会家己就感觉足神的。毋过你即个每一个无共款，一直会互我一款就是你强调讲做家己即件代志。即个做家己，你认为到底是啥？我音乐甲人无共款，就是做家己，或者是到底是迄个过程，就是比如讲，你去思考讲，我要做家己即件代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家己即个题目足大个啦。比如讲，我其实讲华语讲了较顺。安尼我讲华语到底讲华语是我家己。还是我即马讲台语是我家己。还是讲。我较注重台湾的意识是做家己，还是讲我较注重现实的？譬如讲我即马做啥物代志较好趁？还是讲我会较欢喜？比如我去看美国的迄个超人迄个电影，我会较欢喜。我想迄是我家己，还是我爱去看一个台湾导演做的？就是这就歹讲的啊。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讲，你爱追求你有兴趣的代志的这个过程，你会去熟悉着家己。我哪会对这款代志有兴趣？你就对这去了解家己，应该安尼讲。所以其实毋是讲咱先去思考讲，我是啥，或者是讲我是要安怎做家己，应该是你只要有趣味的代志，你就去试。去接触去看，接触了后，你会开始翻头想讲，是安那？我是对这，毋是对迄有兴趣。我是安那会投入某一寡物件，毋是另外一寡物件。原来可能我家己是什么款的人，或者是我有什么款的经历，我有什么款的过程，所以我是行这条路的人。对啊，所以我感觉人一定爱骨力。比如讲，你即马感觉我即马想要学拍片，你就爱骨力去做这个代志。因为你若骨力落去做，你就知影你无介意，你随在嘛。你毋是戆戆落去缀咧做。好啊，我来
我做看卖，毋是安尼哦。你应该骨力，你即马讲，我即马要来坐办公室，你就爱甲做甲你上出力落去做，你就知影讲这是毋是你介意？你讲坐甲着底层，对，就拼诶啦。这尤其我感觉做创作诶人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做骨力诶。啥物叫做骨力？就是你已经，比如讲我今日甲你开讲，后壁佫有一个访问嘛，是访问刷了，你转去是想要坐咧碰你凊彩存一台看，还是讲袂使我今仔有一寡想法咯，我来写起来，敢会伤忝？无骨力就是甲忝无关系啊。譬如讲你是耳达个无来个弹者，看有啥物物件无？这就是讲你对即个物件有追求。你要做这个代志，真正要投入遮尔侪心力进前，敢袂惊讲？其实我伫某一方面无迄个才能，无迄个天分，我会做到尾啊，搁较安怎做，就是安尼无。试看卖才知啦。所以你也是，我插你，我就是先头剃咧，甲讲对。我较早有一个感想啦，我会记得较早，我开始学台语的时阵，阮学校就有上一节课，迄是叫做台湾歌谣啊，是，就是有即个期末爱开，大家爱一组去台顶报告，较早拢足接听。比如讲，上接讲台南人会讲，你通讲台语哦？我台南人哩，是伊就有迄个嘛，真自信的呢。我感觉就赞的啊！所以有一摆嘛共款，学长你会讲台语嘛？我台南人袂晓讲台语，咱期末报告来讲台语好不好？伊就好啊，叫我要搞时就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讲国语就好了。足侪。开始做的时阵嘛，足多嘛。譬如讲，开始讲台语的时阵，开始写台语歌的时阵，嘛有人甲我讲，我感觉你安尼讲台语毋对，安尼怪怪，安怎。我就咧想讲，较敖讲的人就无爱讲啊。台语较敖的人嘛无人讲，伊个乐团全部拢写台语歌。是。所以我就感觉讲，我若去想讲我台语也无足好。就无做啊嘛，就准拄煞。对啊，其实你若有兴趣，你足骨力，你一定会使有你家己的成就啦。你若是，我毋知呢，我感觉免想遐多啦。你爱想讲遐敖讲的人也无爱讲啊。我来讲，可能加一站嘛，我嘛评音较厉害啊。就是恁有才调，你搁无爱，你搞你来。也无爱啊。你搁无爱吼好，我来做，你就已经买遐济，咪死咪烂来做。家己爱有，应该要安怎讲？爱有理想啦。毋通干那迷茫，爱去做。但是去做本身嘛是理想的，要达成理想的一个过程嘛。对啊，就算讲你做了，发现毋是你爱的，但是你伫咧即个过程中间，一定会有得到物件。凭你踮厝诶咧思考讲，我做即个代志，我做一个 podcast 安尼咁好。即摆足侪人咧做，安尼我还莫做。咁无人听演算法咁会甲你倒推杀。对啊。等到尾做，咁是毋是想换会真过啊？对啊。你若做逐项代志拢安尼想，你伫咧做诶中间就足痛苦诶。是。你会想迄个时阵应该安怎我做这废气安那。但是你若是真正是发自你内心想要做的代志，你就是你的骨力嘛是自然的。你自然骨力人无爱听，你就感觉讲因拢足戆的啦，因毋知影啥物好好的节目啦。因为 podcast 我这上赞。我甲你讲，我为着准备恁的资料，因为我今日有2场访谈，我今日早起4点半困。我7点半精神，安尼就是骨力，所以骨力最重要的啦。我伫做时，我有当时想讲，等者我做这也无伫趁钱啊，所以我有当时买，有当时我其实会问家己讲，敢有需要家己要甲一忝，但是我当下又想讲。袂一直拢安尼啦吼，咱当下拼一个吼，即场甲做了，甲想要做你有真正有趣味，想要访谈的来宾对象吼。当然，因为我免靠这专家的好处，就是我会使经我家己真正有兴趣、有趣味的对象，我真正希望甲伊交朋友、甲伊交谈，或者是有话想要甲伊讨论吼，甲伊做伙耍的这个人去对谈吼，我免
强迫我家己讲，我对对方拢无兴趣啊，我个一直爱嗲，甲伊嗲开讲，因为这毋是我的头路，所以对，因为是安尼，才有真正有互你迄个价值讲，我不到早时啊4点我个地步，但是若真正是头路，可能我都出差先困了。对啊，因为头路就是趁钱用的嘛，啊，咱做兴趣就是兴趣爱凭趁钱较重要，毋是讲趁钱无重要，是讲你即个，我即马比如讲我是做音乐嘛，我即个音乐创作本身的发展，爱排哩比趁钱较头前，是，趁钱爱第二。所以伊也是爱放伫你的即个排行顶悬，对吧？一定爱啊，一定啊！你无法度就资本主义，我无谈无法度生活。这其实嘛是我一直伫思考，伫想要问的问题。因为比如讲，我这两件代志我切开，所以我只要上基本的限度，我莫影响到家己的在家的工课，我正式的佚佗。我其他的时间想尽办法，可能烧家己的肝去做这个代志，我欢喜我爽吼，我投入我家己的心力去做这个代志。但当你这两件代志结合做伙时，你当时是创作者，你是乐团的主唱，但是你也需要外靠这个代志来生存。这是甲我其实是无啥共款的代志哦。这个时阵，迄个中的准则，你两个伫咧，咱拄仔讲做家己其实是翻头，其实就是你投入迄个理想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甲讨趁讨生活之间迄个6迄个来去，暗来切去心肝头迄个凊啊要安怎凊会平凊会好，这个代志你家己要安怎去面对这个代志啊？这是确实是上困难的啦，因为是安怎会。爱艺术就是感觉讲这现实的代志就废弃的，无想要舞这的代志。啊，想袂到讲你艺术的物件，舞到一个程度嘛是全部拢是遐的代志嘛，拢是遮的。要安怎宣传？譬如讲我专辑要去倒一个厂商。去甲印出来，还是安怎，足侪代志的，足侪人的代志，要找啥物人来替甲阮斗阵合作，要做表演，要做啥物场所，迄个租金偌侪钱，要安怎还遐个钱，这足侪啦。是讲，我是感觉你若是拄我讲的嘛，你头壳内底有上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迄摆出来其实嘛还好。你当然嘛是会足有困扰的，足侪时间的困扰，但是你就去想你迄个重要性嘛。比如讲，我歌已经做了袂歹啊，譬如讲我即马要表演，票卖了歹，想讲无要紧，阮共款是甲阮表演爱做个就好。是尽量嘛，譬如讲即马是拢安怎，拢社群软体互因钱就会使广告。你讲投广告，对啊，看广告会使用的，也是讲。看要上啥物节目，要上啥物 podcast， 就拢去，就猛做嘛，尽力就对啊，尽力对啊，无嘛无法度，因为即马差较早差上侪，就是讲较早虽然艺人做音乐无即马遐侪，是无遐侪管道，无遐侪机会通好出头，但是讲较早就是较有保障啦，比如讲你若是有人要甲你牵。你就一定袂歹嘛，比如讲你有公司，电视嘛，则去几台，出名的电视节目嘛，迄几个嘛，你若是有关系人互你上遐，你就一定袂足差的。你若有机会，你就会得到资源。对，即马无共款，即马就是大家拢会使家己做主，大家拢会使家己的作品放去顶头嘛，因为即马要录音乐嘛，毋是遐困难的代志。变做讲。其实想嘛，要袂着讲我安怎做会着做，我会大着，对啊，比如讲，我会向请起来。对啊，无一定讲我即摆伫大公司，我就一定会白天的种地，无一定嘛。是。所以安尼来想着讲，其实我袂无好嘛。我就是爱继续拍拼，但是我莫想侪讲我是毋是做了安怎？因为无一定啊，有诶大公司出来，伊嘛足拍拼，伊无一定迄落安怎嘛。嘛有人是。比如讲，逐工 YouTube 翕一块趣味的影片，伊嘛伊心肝底嘛无想讲我这要安怎嘛，
是，譬如讲较早期的 YouTuber 拢是安尼，就是伊无一定有去设计讲这边安怎行，因为迄个时阵嘛无 SOP 通好做。是。而且讲即嘛毋是讲你照倒一个成功的人一路去行，你就会成功这件代志，毋是你 copy 到法度做会到。对啊，即嘛愈来愈无法度啊嘛，所以变做讲就是尽量做啊。其实要生活嘛，袂遐困难啊，你就较无钱嘛，无钱的方法。应该嘛无甲较合啦。我意思是讲，大家若有想要做的代志，是你除非讲你真正恁兜有老大人爱靠，是。你若除了即款的，是，你会使恁老爸老母会使家己有钱通用的，你就莫想讲啊，我安尼无钱啦。对啊，就是大家爱为着家己想要爱做的代志，爱牺牲一寡生活的品质，这上重要的。你若投入伫你真正有趣味的代志内底，其实你的生活品质是展现伫这个所在，对无？相对来讲，因为你一工，比如讲你若介意弹吉他，我熟悉一寡人是一工可能弹7-8点钟，要出门前就想弹一个，等你回神已经7-8点钟过。啊，你一工大部分的时间拢伫一个足有品质的时间内，因为就是你足投入伫你迄个时间嘛。你剩咧清醒的时间，以外的时间可能2-3点钟啊，尔，搁较品质无好嘛，就是迄2-3点钟啊。你的解说就好，我毋捌安尼想。我拄仔所想的生活品质是讲，我食较好，住较好。是。叫我你讲的这，你讲的这是较重要。你的时间长度，你爽、你痛、你欢喜的时间长度，比迄短，你食搁较好2点钟嘛，差不多食饱。但是你可能8点钟拢伫弹你的吉他时，你欢喜甲根本你就袂记你家己伫创啥。有理，安尼我后摆爱学你这步，我爱甲人讲我的生活品质。足赞的，我是有拄过即款人，就是真正是专心投入你家己，伊真正有趣味，真正有热情的所在。是啊，是投入要袂记你家己是啥，你知道？是啊，你有的时阵你嘛，比如讲，因为我较早是学画图的嘛，较早做囡仔就画图就专心就介意的，画好调，阮老爸老母先甲我调入壁的，我会看，这画了袂歹呢，这感觉画。就是我感觉你咧做艺术，还是讲莫讲艺术啦，你专心咧做，你真投入咧做的代志，你若结束了，你再去看，你会感动，你会感觉讲，这我有参与的代志呢，这我有用心的代志呢，就是你会有一个感动，你会感觉你家己变观众安尼，对啊，所以这是就难得的，所以讲我感觉人上幸福就是讲你会当拄着即款的代志，还是即款的机会。比如讲，你去甲人对人做一个什么工课，叫做了就快乐的。你就一世人会记迄个代志。对，你有当时你一世人，因为咱受到真侪社会规范啊、社会期待，咱有的人会较白手。对啊。你对家己有趣味的代志，想要投入的代志，你无一定讲等我老啊，等我退休，等我有闲有钱时再来做。最后其实真正是。即个物件，你可能你一世人拢无拄着有机会使进入即款袂记你家己是啥的即款的状态内。对我讲这是都较无彩，你人生偌久尔。就你的上青春上热情上多的时阵，拢摕去做人心路。对啊，你老你热情就无啊。对，这是有影。咱先来听一条歌，那么加个继续转来。So